2026年的盛夏，一則來自周深工作室的簡短聲明，如同一顆投入輿論深水溝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且漣漪的擴散範圍遠超預期。聲明的內容並不複雜，關於侵害周深先生名譽權的系列糾紛案件，已收到法院勝訴判決，被告方被認定侵權，需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及翁權合理支出。然而，真正讓公眾矚目的是緊隨其後的那行字，周深及其工作室明確表示，本次系列案件中獲得的賠償款項將全額捐贈給公益機構。消息一出，輿論場瞬間沸騰，有人激節讚嘆，稱之為教科書式的翁權，是藝人風骨的最佳注腳，也有人冷眼旁觀，取測這不過是危機公關的高明手段，意在博取同情與好感。更有人將矛頭直指周深本人，自疑其贏了官司又賺了名聲，這波操作實足高明。在一片喧囂與嘈雜之中，我們或苦需要暫時抽離情緒的裹挾，冷靜地審視這一事件的全貌。周深此舉究竟是旨在回擊長久以來縈繞其身的惡意與偏見，用一記響亮的耳光打臉黑粉，全是在為亂象頻仍的內娛生態樹立一道關於尊嚴與規則的界碑。這看似簡單的全捐二字背後，所承載的畫苦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觸及了公眾人物與網絡暴力、法律翁權與道德審判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張力。要理解這一事件的深遠意義，我們首先得將目光投向那片曾經讓周深傷痕累累的網絡輿論場。作為一位擁有獨特嗓音的歌手，周深從走入大眾視野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要面對比常人更多的審視與評判。這份獨特既是天賦的饋贈，讓他在音樂的海洋裡如魚得水，用空靈純正的嗓音演繹出《大魚》這般直擊靈魂的作品，卻也成了某些人眼中原罪般的存在。長久以來，圍繞着他的聲音、外形乃至性別氣質，網絡上充斥着大量不友善乃至惡毒的攻擊。從早期人妖不男不女這種赤裸裸的人格侮辱，到後來精心編排的所謂錄音造假、人設崩塌、票肉不動人氣下滑等專業性指控，再到將攻擊的炮火蔓延至他的家人，將父母肖像惡意修改傳播，這些網絡暴力的形態在不斷升級，其背後的邏輯卻一以貫之，試圖用刻板印象和虛假信息去否定一個藝術家的職業價值與人格尊嚴。這些鋪天蓋地的惡意構成了周深職業生涯中無法回避的陰影，也讓他早期在面對這些攻擊時，多數時候選擇了沉默與忍耐，因為他深知，在那個為流量和話題馬首是瞻的輿論環境裡，每一次辯解都可能被曲解為矯情或辱慘，每一次回應都可能成為新一輪嘲諷的素材。然而，忍耐並未換來惡意的消弭，反而可能助長了施暴者的氣焰。當虛擬世界的謾罵演變為對現實家人生活的侵擾，當個人攻擊升級為有組織、有策劃的謠言產業鏈時，沉默便不再是金，而是一種對惡的中庸。周深及其團隊顯然深刻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一次，他們沒有再選擇隱忍，也沒有遵循娛樂圈常見的罰律師函警告對方道歉刪帖，事情不了了之的疲軟套路，而是直接邁過了所有前置的警告與協商環節，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最為硬核也最為艱難的一條路——法律翁權。據報道，早在2025年5月，工作室就已完成了對27個涉嫌長期造謠帳號的證據搜集工作。這份沉甸甸的準備，意味着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將此事停留在口水仗的層面，而是決心用法律的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出言論的邊界。最終，法律給出了公正的裁決。北京市翁泰律師事務所發布的公告顯示，首批審結的4起案件均以周深全面勝訴告終。法院不僅判令被告在微博賬號主頁置頂道歉10日，更明確要求其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及翁權合理支出。這份判決書對於長期遭受網絡暴力的周深而言，其意義遠非金錢可以衡量。它是一份來自國家公權力的權威認定，宣告了那些長期盤踞在網絡角落裡的惡意言論是違法的，是必須付出代價的。這無疑是對那些躲在屏幕後面，而
以言論自由為名行傷害之實的黑粉們最沉重的一擊，其打臉的力度遠超任何一篇洋洋灑灑的回擊長文或粉絲群體的聲討。他證明了在法治社會裡，對抗謠言和侮辱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情緒的宣洩，而是理性的法律條文。擁護尊嚴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在社交媒體上互撕，而是在莊嚴的法庭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周深的確打了黑粉的臉，且打得合法、合理、合規，打得讓對方毫無招架之力，只能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故事的高潮並非止步於申訴，真正將事件推向更深層次討論的，是周深宣布將全部賠償款捐給公益機構的決定。這一舉動瞬間將輿論的焦點從單純的明星告黑粉的娛樂八卦，拉升到了對擁權目的如社會責任的公共討論層面。賠償款，尤其是涉及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部分，在法律意義上是對受害者所遭受精神痛苦的補償與撫慰。對於許多被侵權的公眾人物而言，獲取這筆賠償既是法律賦予的權利，也或多或少帶有一種討回公道的象徵意味。然而，周深卻以一種近乎決絕的姿態，放棄了這筆款項的個人屬性，將其轉化為一種公共福祉的資源。他通過工作室傳達的態度非常明確，擁權是為了澄清事實、擁護權利、推動網絡環境改善。這句話幾乎可以看作是對外界所有質疑的正面回應。他似乎在告訴所有人，我打這場官司從頭到尾都不是為了錢，更不是為了報復某個具體的個人，而是為了釐清一個道理，確立一個規則：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的尊嚴都不應被肆意踐踏。這種不為錢，只為利的姿態，在當下這個名利至上的娛樂圈生態中，顯得尤為特立獨行，甚至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長久以來，內娛的擁權常常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要麼是罰了律師函後不了了之，被網友戲稱為無效維權；要麼是申訴後高調炫耀，將賠償金額作為自身商業價值的一種另類證明，甚至引發新一輪的粉絲控評與對家的嘲諷，最終將擁權行為演變為一場粉黑大戰的延續。而周深的全捐操作則巧妙而徹底地跳出了這一顆球。他不僅堵住了所有為前告人的悠悠之口，更將一件本可能充滿戾氣和個人情緒的事件導向了更具公共價值的領域。此舉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成功地將私怨轉化為了公義。當賠償金變成助學金，變成救災款，變成任何形式的公益力量時，這場擁權的意義便超越了周深個人，而成為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社會事件。他向整個行業乃至社會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面對網絡暴力，除了以暴制暴或忍氣吞聲，船有一種更體面、更有力、更能產生積極社會影響的反擊方式，那就是訴諸法律，並將勝利的果實回饋給社會。那麼，這是否意味着周深是在以此向整個內娛立規矩呢？從某種程度上看，的確如此。他所立的這個規矩，並非某種強制性的行業準則，而是一種關於價值觀和行為範式的引領。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同行們提供了一個面對惡意時可以參照的模板。第一，不姑息，不縱容，堅決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這本身就提高了網絡暴力的犯罪成本，給那些習慣信口開河的人敲響了警鐘。第二，不將擁權私有化、情緒化，而是將其與公共利益掛鈎，展現了公眾人物應有的社會擔當。這種以善制惡、以法治代替互撕的做法，無疑為污濁的網絡輿論環境注入了一股清流。他讓公眾看到，頂流明星在面對詆毀時，除了憤怒和委屈，船可以有理性、克制與胸懷。從這個意義上說，周深確實為納娛乃至整個互聯網生態樹立了一個標杆，劃定了一條更為文明、更為理性的處理糾紛的路徑。他似乎在用行動詮釋真正的強大，不是睚眦必報的兇狠，也不是居高臨下的靈敏，而是用法律擁護自身權益的堅定，以及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心繫社會的格局。然而，
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將周深的此舉神化或過度解讀，同樣是一種不客觀的造神行為。我們必須避免陷入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敘事，即要麼將其塑造成完美無瑕的聖人，要麼將其貶低為工於心計的廢子。周深的傳捐行為固然值得肯定與讚賞，但我們不宜過分拔高其立規矩的意圖，仿佛他是在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腐朽的行業。更合理的解讀或俯視，這是一個經歷了長期網絡暴力、深刻理解其中之痛的藝人，在擁有足夠資源和能力後所做出的一種既符合自身價值觀，也極具智慧的選擇。這其中有對正義的堅持，有對過往傷痛的告別，有對支持者的交代，也可能包含了對公眾情緒的洞察和對個人形象的擁護。這些動機並非互斥，而是一個複雜立體的人在特定情景下的綜合反應。我們讚賞其行為的積極社會意義，但不必將其動機純粹化、神聖化。畢竟，在娛樂圈這個巨大的名利場中，任何行為都難以完全脫離其職業屬性。要求一個藝人完全不考慮輿論反響和公眾形象，本身就是一種苛求。更深一層看，周深事件所引發的討論，其核心遠遠超出了他個人或某個粉絲群體的恩怨情仇。他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當下中國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平台上言論生態的複雜與嚴峻。在這個人人都擁有抹黑風的時代，造謠的成本極低，而擁權的成本卻極高。一句不負責任的謠言，可能在幾分鐘內傳遍全網，對當事人造成不可逆的傷害，而澄清事實、訴諸法律，卻需要耗費漫長的時間、巨大的精力和不菲的金錢。周深的申訴與捐贈，其最大的價值或苦就在於，他以一種極具傳播力的方式，向社會普及了一個常識：網絡言論是有邊界的，逾越邊界將受到法律制裁。他鼓勵了更多被網暴困擾的普通人，在面對惡意時，有勇氣去相信法律，尋求法律的庇護。同時，他也是對唯流量論、黑紅也是紅等畸形網絡價值觀的一次有力糾偏，證明了踏實做作品、清白做人的藝人，最終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和公眾的尊重。而那些依靠編造他人謠言、製造對立來博取眼球的網絡黑產，終將磨處鈍刑。在瀋陽演唱會上，當數萬人為周深點亮燈光，齊聲合唱，那是對他音樂才華的肯定，也是對他堅守與善良的回應。那個曾在雨夜舞台上因設備故障而向觀眾鞠躬致歉，卻堅持赤臂唱完全程的身影，如法庭上那個不卑不亢、用法律捍衛尊嚴的形象，最終合二為一。周深的故事從來不是一個關於弱者逆襲的簡單勵志劇本，它更像是一個關於如何在紛繁複雜的惡意中保持初心，如何在捍衛個人權利的同時不失溫度與格局的複雜敘事。他將傷害轉化為善意，將個人痛苦的經歷升華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絲力量。這或許才是賠償金全捐這一行為最令人動容的地方。它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施捨，也不是一種精明算計的表演，而是一種經歷過風雨後，對世界依然報以溫柔和希望的堅定選擇。讓我們在喧囂中回歸理性，在紛繁中看到本質。周深把賠償金全捐了，這既是對黑粉最有力的法律回擊，也是為納魚乃至整個網絡環境樹立的文明標杆。但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們所有人，在鍵盤之外有真實的人生，在流量之外有法律的準繩，在憤怒與嘲諷之外，存有善意與理解的可能。這或許才是這個夏天，周深通過4紙判決書和1紙捐贈承諾，留給我們關於網絡文明與個體尊嚴的最深刻一課。